后来继续来到婚林馆，这个婚林馆政府积极推广着文化观光旅游，特别邀请到上届美丽主持人白嘉莉、白嘉莉小姐来担任着婚林的观光大使，希望吸引着更较多阿斗朋友到婚林来游览。 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统计，婚林馆观光人次112年短短3个月已经累积879万人。为着婚林搁热烈，婚林馆政府邀请白嘉莉小姐担任婚林的观光大使。不管是农业、海产，都是那么棒。尽我绵薄之力，把这个云林介绍给全世界各地的海外。活动的主要内容会要传达给大众的是婚林人精神，其中5大主题包括北港古镇、汤业文创、和开台深度旅游等5大优点。这些工艺如何传承跟永续？那透过白嘉莉小姐的一个观光大使代言，希望让大家提早知道这个活动。希望借由婚林观光大使白嘉莉小姐的宣传推广，和婚林观光大馆会当取国际看到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